今日繼續帶大家睇睇星空倉售賣車嘅一個施工進度啊！星空倉售賣車嘅一個施工進度啊，外殼基本上打磨完成咧啊，外殼基本上打磨完成啊，呢個就係我哋嘅外殼啊，支架外殼啊咁嘅啊，基本上打磨完成，好快又開始進入內裝啊，內裝嘅一個階段嘅啦。呢次嘅設計嘅一個比例係做得比較好嘅，我係比較滿意嘅呢個弧度啊、比例啊同埋功能啊。我哋呢個位置就特登加個自動售賣機嘅一個設備空間啊，讓作為一個室內嘅擴展嘅一個功能啊。電動嘅懸臂啊，呢個係標配嘅啦啊。噴埋做好咗外殼啊，噴埋漆，我哋就開始做內裝啊。基本上就月底就可以有現貨嘅啦，啊歡迎大家過嚟睇下啊！